請你介紹下自己啊！先生太太你好，我係 Ismi Anna，你可以叫我名 Anna。我咧係我結咗婚，我有一個女，我喺香港翻工咧20年。Anna 你今年幾多歲啊？我而家48歲。你喺香港20年有幾多個老闆啊4個老闆。4個老闆，第一個老闆喺邊度做嘢啊？公司位。照顧咩㗎？照顧細路仔。幾多歲開始照顧啊？4歲。男仔定係女仔啊？男仔。男仔，咁就做咗4年係咪啊？係。咁第二個老闆咧喺邊度做嘢啊？喺邊度？洪水橋照顧婆婆。照顧婆婆，洪水橋。係。喺元朗嗰邊啊？係。OK。咁婆婆幾多歲啊？80歲。健唔健康啊？健康。健康嘅，識行識走嘅。識行。得你同婆婆兩個。一齊買餸都係嘅。一齊買餸嘅。好。咁第三個老闆咧？係土瓜灣。土瓜灣照顧咩嘅？細路仔。幾多歲啊？1歲到8歲。1歲到8歲。OK。你係喺土瓜灣照顧一個小朋友嗬？你自己清潔做家務，先生太太返工係咪？好，跟住第4個老闆咧？第4個老闆係喺九龍係咪？係喺九龍。係啦。照顧咩㗎？都係細路仔。都係細路仔，幾多歲啊？1歲到6歲。1歲到6歲。OK。咁你而家點解翻嚟你翻嚟印尼3年幾4年係咪？4年啊，差唔多4年。咁而家你想翻嚟香港做嘢係咪？咁你翻嚟香港想照顧咩？照顧婆婆或者公公。照顧婆婆公公。咁你識買餸煮飯係咪？識煮咩餸啊？煮咩餸咧？如果婆婆同公公咧想煮咩餸咯，我都識整，因為咧我喺香港要學好到教嗰啲買餸啊、煮餸、炒咩餸我都係領事館嗰度煮㗎。嗰陣時係啊，係啦，係啦，因為嗰陣時我哋有領事館班係咪？係咪都有去學煮飯？你好識煮好多餸啦，係咪？Anna 你都跟咗我公司10幾年啦，14年啦，16年啦，係喎，16年啦，係啊，我公司開咁耐，你差唔多就係跟咗我公司16年啦。咁咧你一直都係照顧小朋友啦。如果而家個老闆你就想試下照顧老人家多啲係咪？冇咗啦係咪？係啊。追唔到啊啲小朋友。係啊。好，但係咧就如果可能公公婆婆有病要你幫手照顧得唔得啊？OK，冇問題㗎。咁如果放假唔一定放星期日得唔得？可以。可以㗎，冇問題啊！補錢係嘛？你中意？可以。OK。好，你唔食豬肉，不過可以煮豬肉係咪？可以。好。咁唔該晒你。我哋香港再見你啦。好，多謝。